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镜头先来关心台中的防控畜牧场，伫今年初时阵爆发禽流感，包含业者、员工，也有提供土地，互因带死鸡仔的这地主等等4个人，涉嫌暗砍疫情，甲可能带病毒的鸡卵卖出去。检方当时依照违反废清法、甲加重诈欺处罚等等这罪嫌来甲起诉。台中市府也已经甲这个业者罚100个过18万。黄色的封锁线甲场区的外口规个围起来，现场已经暂停营业。台中市丰原区防控畜牧场今年1月底爆发 H5N1 禽流感，细份的牧场业者涉嫌暗砍疫情，佮找2个员工，甲这白死鸡仔带伫场内含细岩的地主的土地，佮交为着病卵卖出去。台中地检署查以情节甲4个人，则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加重诈欺处罚等罪嫌起诉。认定云姓被告及其2名员工所为，均系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另地主严姓被告则系犯废弃物清理法罪嫌。云姓及严姓被告2人涉案情节严重，均建请法院予以从重量刑。检方指出，讲这细份的业者是找细蛋细粒的员工，共2359只白死鸡仔凊彩台，佮继续卖1440斤含650粒的刷装卵，拢总诈处15820块，而且有鸡仔的尸体含卵坐公车的状况。另外细份的业者因为才拄开45万，买2鸡行了去，而且为着保有动物福利标章，要求员工对外讲法拢爱统一，行为是真恶质，敬请法院将当来量刑。该厂因未主动通报疫情，已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裁处新台币100万元，聘雇未具兽医师资格的人员进行注射作业，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已裁处新台币3万元。未依死废畜禽处理计划书办理的部分，已依畜牧法裁处新台币15万元。台中市政府表示，讲防控畜牧场是涉及暗砍禽流感的疫情，佮请无兽医师资格人员来遮注射，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和畜牧法，已经重罚118万，内面有103万是还未纳。业者向农业部提出诉愿当中，说落来若要服用，必须完成消毒、净治、采样、解除动物活动管制才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小港一间国中，昨是发生教室天棚的这电风的风叶啊憋气，风叶啊幼幼啊是喷出去，造成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好佳在经过治疗，已经无啥要紧啊。校方表示讲，这款电风是已经用买10档啊，可能是塑胶的风叶啊掉去，才会造成意外。目前学校敢若剩2间学教室是用这款的电风，已经全面来检查，会甲换掉。地座所伫娘顶悬，塑胶风叶啊配上铁的外壳，电风头会当360度转势。这款旧式的电风，即阵已经真少快。高雄小港一间国中目前也有2间教室是斗这款电风。不过31下晡，一班国3学生当咧教室做酸甜志愿的线顶模拟，其中一支电风因为风叶啊吹去失去平衡，劈到外缘的铁棒啊，规个碎了了。虽然学生囡仔听到头壳顶有怪声，都先跳开。不过也是有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火山自愿巡田，我们是在电脑教室，那他也没有及时去做处理，早上来的时候，护士阿姨有帮他再做一次处理，然后就是建议他去眼科医生去看一下，因为他可能有去揉它了，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可能是轻微的结膜炎的那个状况。因为受伤学生大部分讲教室电风爆炸造成外界误解，校方特别强调，不是爆炸，是风叶啊吹起。这是学校头摆发生这种意外，除了针对2间教室内底共用的电风进行检查以外，嘛甲海气的迄支先换做这款新型的电风。电器行业者也建议要紧换掉，因为这款电风用愈久愈危险，一个无拄好就会规个落落来，亲像不夹片的废地主共款。以前就真的遇过没有锁好的，然后就转到一半飞出去的，也有没锁好，或是说因为有些校舍很久了，它的螺丝就松脱了，它整盏掉下来的也有。学校表示，2位受伤的学生拢无啥要紧。这款旧式的电风大概使用10年啊，拢是斗伫咧专科教室，一般教室拢已经换新型的啊，落尾会全面换新，避免类似的意外再发生。记者看到朱超阳高雄场报道。咱的海巡发现房山外海有渔船啊，这船顶的发报设备自动辨识系统，算是发出中国籍渔船的信号。因为惊讲敢是有中国渔船掠过界的问题，海巡是赶去到现场
查明讲，这是一只咱琉球级的戏船啊，当场来宣导讲，袂当阁继续用这款的设备。琉球级渔船参与险前一暗地放山西平7.9海里作业，船顶自动辨别系统 AIS。才发送中国大陆籍渔船信号，海巡署南部分署马上派天气，正式是船顶发送，马上宣导免阁使用或者是开启。船顶本人伫海上作业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当地渔会拢宣导爱注意 AIS 的设定。这种问题敢有定定会拄到啊？对吧？好像很久没有这种问题了嘞。看船主这摆了，看伊说法，即摆无了解说法。AIS 是避免船只弄到，确保航行安全的装置。外界推测真可能是船只用中国大陆籍 AIS， 佫无该设定。渔业署表示，依法中华民国船拢爱装 AIS， 政府提供2万补助，若补助免用中国大陆籍，啊毋过若自费就无受这个限制。船舶要自己去购买，他要购买哪一个品牌，他自己去决定，他就是要自己去改变那个里面的设定啊，不要大陆的号码就好了。那渔船发送中国大陆渔船信号，真可能牵涉渔船国界问题，渔业署也呼吁船长要特别注意。东港这边远洋近海的几乎都不会用到大陆制的这个卫星那个讯号系统。参与信号专门是掠厂啊机鱼顶，海巡署南部分署指出，即摆底站出现中国渔船信号，毋是船只实际身份变更，或者是异常跨境行为，后续配合主管机关就是毋是违规行为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检警继续侦办艺人闪做兵的案件，张甲王子也就是邱胜义等等9个人躯体到案。伊也承认讲有透过朋友来介绍，找专门教人逃走兵的集团，上无开30万来制作血压有问题的假病历。经过检方复审了后，以50万块交保。对去年到今是已经拢总查到19个艺人闪做兵。正因为感情风波影响当场的艺人王子邱胜义，真正掂一阵啊，但是即马佫陷入负面的争议，即摆是涉及闪做兵。花多少钱逃兵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粉丝说？双手红扣起来，躯体到案。虽然王子伫镜头前捌讲，伊因为家族的遗传病史免疫，但是即摆互带转去精神。伊承认朋友介绍伊找闪做兵集团，开至少30万，加做血压无正常来闪做兵。经过检方复审了后，是以50万交保。花多少钱闪兵啊？提供你天线的。孟称小开红嘛，伫约谈的名单内，检警扩大侦办多兵役的案件。苏锡兴当时来到第4波，在以大动作拘捕9个人。对去年5月的第1波行动，甲打嫌犯拢是找以单志明为首的闪做兵集团犯案。我很谢谢今天的检察官，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很取巧荒谬的选择。警察破涉案的演员和艺人，有陈柏霖、王大陆、邱吉凯和 Energy 的昆达等人已经被起诉，陆续出庭来受审。迄当阵风波当在烧的时阵，金正英第440是家己到案来说明，但是检方控诉讲伊是听到杂志的风声，加讲互躯体才会现身，而且讲到案情是乌龙蛇岛，敢若承认讲有互因30万，所好认有找枪手来代测血压，和自首的要件无符合。检察官阁批评讲，伊为着要脱罪，企图用公关的操作。道兵的行为包装做是防诈骗，烦恼阁讲一堆伫在边，态度是真歹。因照涉犯妨害兵役甲起诉，而且检察将中量处2年半以上的徒刑。同款家己到案的艺人阿达拉和东进讲，检方是持续在侦办。这次也是造假吗？道兵的案件连续一直轰逼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和内政部已经伫去年大幅修订体位区分的标准，本地这个月就要上路，但是因为有16个行处引发民团的异议，官方拼顶半年来实施，但是这摆加上王子演艺界的查甫明星，涉及道兵的加起来已经19个。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会变较烧热，也毋过这水气也是有较高。伫咧中南部的山区甲外岛地区，嘛较到落阵雨，咱来看温度。今日北部、东部会较好天，气温大约17至25度。因若中南部也是会热到29至30度。明仔载清明连假头一天，又搁有一波风面来接近。中部以北甲东南部会较到落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份到好天。也毋过拜六受到风面的影响就较大，台南以北都有可能会落大雨，但雷公无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
在方面特别到位啊，水利署是希望会当赶紧来甲咱的水库补水，动用4种方式落去拼人工水库。另外，也因为这水汽有较高，伫咧玉山站竟然是出现4月咧落雪。3、2。早起8点，水利署人员伫台南的南化水库边实施地面验质，现场出现白烟。天气预报显示，方面特别高压有希望带来丰富的雨量，所以水利署启动6空联合人工政务作业，展开抢水大作战。新竹的宝智水库同步启动人工政务，包括为地面发射高空验弹，还有无人机吊挂验条。同时，国军今年嘛头一届参与空中政务，空军第6联队出动413栋运输机，载运清水桶，飞到指定的关道，拍开窗门破清水，和雨水相帮增加雨量。今天因为这个时机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实施了跟国防部一起来实施了4种的人工增雨。那包括国防部它有飞机的空中的人工增雨的作业，石门水库以南就是桃园以南，只要情况许可，我们都会来实施这个人工增雨。水利署即届用4种人工政务方式，针对仁义潭、三文、南化，一个架线水坝燃放地面验质。宝智水库采用无人机释放政务剂，也甲发射500公尺验弹。仁义潭水库共款发射500公尺验弹，也是空军伫点苗甲界以北的空。飞机飞到12000至13000英尺进行高空人工政务。气象署预测测试儿童节受到方面影响，雨上明显，台南以北的落大雨。清明时节就是雨势一波一波，未来1个礼拜整体来讲是有2波的锋面，那尤其是以4号这一波的锋面影响是最明显的。另外，因为方面向东偏山也甲关山气温水汽有够，玉山落4月雪，玉山气象站观测到为早起11点半开始落雪，外面看到白雪一直飞，看伫气象站变作银白色的美景。记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的战争可能得要结束，刺激美国甲亚股抢关。咱台股昨也收伫咧33174点，拢总起1451点，是咱台股收盘有史以来起第2济的纪录。台积电是收伫咧1855块起95块，也是历来一日起上济的纪录。因为今仔日这台股开盘是起到33346点。放下中东战争有可能结束，无奈美国强烈反弹，亚股也对得起。七日韩国气势惊人，收盘大球8点44趴，一股大起2675点。台股开盘31892点，上悬33182点，收伫33174点，大起1451点。毋但徛回季线、51线、12线，也阁创台股史上收盘第2大起点。台湾而言的话，就是大型的电子全指股领涨的状况之下，包含像是原先的一些强势族群，像是光通讯然后低轨卫星，那甚至包含记忆体，今天表现都相对强。美国、伊朗之间可能出现和谈的契机之下的一个情绪面的转折，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幅反弹。回神带头起的电子宽窄股台积电以1840块开出，最后收伫上悬1855块起95块，写台积电史上一天上悬收盘起的金额。无奈台积电股价行悬，千金高价股也拢起价，带动多头分回。伫这波中东战争受惠股内底，塑胶工业类股的大数收盘起1.63%，南下起6.49%，航运类的长程起2.5%，万海起3.5%，油电燃气类股大数化起1.08%，大气电也起超过1%。暗过4月7日，台湾上市类股伫普遍拢起的状况之下，今日自转工业类股3.1%。中东的战事和缓，油价也慢慢的下来。那么这些所谓的战争概念股股价恐怕这个会出现回档的一个走势。中港预期3月、未暗以过4月有希望反弹，暗过爱观察美国甲伊朗是毋是会谈出和平方案，市场可能会对和平条件出来来回。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桃园对8月新学年度开始推动国中国小的课本免钱，是6都头一个。伊有一学年需要开6亿4300万经费。
再来看联合报，有立委质疑交通违规罚金有75%拢是分配给地方政府，敢若12%是用来改善交通安全。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表示讲，要来修法调整比例。另外是中国时报，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继续下关，已经超过7个月。国民党团将举行内部会议有共识，打算车则要予总预算案来复位。咱继续来关心韩国的电子入境卡，甲咱台湾的选项头前搁加票一个 China 中国，互咱的外交部是出手要来反制，讲要甲咱台湾的电子入境系统，顶悬的韩国嘛要甲改做南韩。即摆是传出韩国愿意来退让修改因的电子入境卡，咱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会暂停反制。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咱台湾写做中国台湾，引起风波。外交部进前讲要来反制，讲韩国若无正面回应，自4月开始，咱台湾的电子入国登记表会甲韩国写做是南韩，这互南韩即马赶紧打动对台湾让步，打算要甲有争议的资格甲台复掉。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韩国打算要来修改电子入境的资料，咱这边嘛会暂时按下。台韩之间的来往特别是民间的交流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期待双方政府秉持着平等跟相互尊重的原则来积极的促进两国的交流跟合作。台湾最近启用打压的唔那这件代志，瓜白龙3月主办 WTO 世界贸易组织第14届部长会议，嘛打压台湾的地位，互咱这边自2001年出席以来头一摆袂当参加。在野的立委认为，外交部爱较强势表达立场，捍卫国家的尊严。林佳龙回应，嘛是有掌握会议的状况，毋过袂当互打压台湾正做是惯例，未来会有应用的做法。以后要主办这种所谓的部长级会议的国家。在申办的时候就必须对台湾承诺，不能有任何矮化，对我们差别待遇。我们就是在 WTO 里面，我们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若即马风声洪都拉斯希望甲台湾复交立委关心进度，新次邀请对台湾较友善。洪都拉斯新任的议长赞布拉诺来台湾访问咧，林佳龙表示，包括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阿斯夫拉，佮因迄边真侪民意代表，拢支持甲台湾复交。外交部嘛甲因迄边的政要维持密切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年底要选举，婚林打着查到国内头一件用虚拟货币制度的案件，也有掠到2个轿卡是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甲刑法的跋筊罪，移送婚林地检署来侦办。另外，因为这插轿的网站 IP 是伫咧境外，检警也是继续伫咧扩大追踪。2026年9合1选举也有8个个，毋过最近北港分局的警察伫咧网络巡逻的时阵，就发现有人创造成立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用年底选举来输赢，下民众落虚拟货币落去地赌。本次查获的赌盘，甚至出现了1赔20的高赔率。那假设我们下注的政党获得最多的席次，成本是0.05元。如果预测成功的话，可以获得20倍的报酬率。警察讲，这网络平台 IP 位置伫境外，因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互轿卡透过个人的电子钱包，也有甲美金相搭的稳定币率去地赌，用去中心化无总管设定倍率的方式，嘛采用即时的订单铺的交易机制。经过警察也有婚林地检署追查，查到2名轿卡移送法办。卢姓及同姓2名被告以虚拟货币进行下注，这个会构成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选举作为标的的赌博罪嫌。婚林地检署讲，这嘛是今年头一摆用今年底9合1选举来销售虚拟货币的跋筊案。若警察会阁继续追查幕后开搅拌的人到底是倒一个犯罪集团，嘛呼吁民众千万唔好去跋筊加火了，10支钟头跋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继续来看讲，伫咧波斯湾的国家也是继续受到伊朗的空袭。就连伫咧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苏尼坦亲王空军基地，包括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甲空中预警机，嘛是拢互伊朗来绑了。伊朗也放料讲，若是有旅馆饭店互美军住的，嘛会受到攻击。American firepower is only increasing. Iran's decreasing.
We have more and more options, and they have less. 差不多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话时阵，伫沙地阿拉伯的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佫传出美军军机去伊朗崩歹消息。外电公布的几张相片显示，这台编号0005的E3空中预警机机身中后段规个崩歹去，已经完全失去飞行的能力。画面上就是2025年由民间航空迷所翕的这台预警机伫加州降落的情形。伊本来隶属奥克拉荷马州的552空中管制连队，2月份才调去中东支援，无意外刷飞伫伊朗的空袭。另外，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所公布的相片，伫预警机轰崩歹前几天，同一个基地嘛伫伊朗的空袭时，包括空中加油机这个军机刷去伊朗空袭毁损。虽然美军死亡的人数敢若10外人。比起伊朗的伤亡较少，不过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是美军伫中东战区正关键的运补一甲兵力投射中心，基地面临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威胁，一定会影响美军伫中东的行动能力。另外，就是地面前的部分，美国放调出兵攻占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据点哈尼克岛，包括海军陆战队、陆军空降兵持续向中东的集合。外电的分析指出，哈尼克岛毋是拢照刷图，是有真侪石油设施甲主题工厂的地区，美军要甲在地的伊朗守军做航仔路线，除了无法度避免大量伤亡，后勤补给嘛是大问题。伫45度的高温，成年人逐工需要4公升的水分，若是美军出兵5000人，逐工都爱20桶的饮用水，这也无包括食物，也甲战斗所需要的弹药。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去访问日本，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两个人佮做伙比出艋舺7龙珠内底龟派气功卡梅哈梅哈这个手势，真趣味，也引起关注。另外，双方也针对着关键抗疫的供应链来达成共识，讨论面对中东的局势，要安怎来合作，确保原油的供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伊伫东京原赤坂的迎宾馆，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双方针对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达成共识。另外，为着应对中东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两个人也确认日本、法国会为着确保石油供应稳定，密切合作。伫联合记者会顶头，马克宏针对中东局势，强调日法双方拢遵守国际法，捍卫民主。也那高市是强调确保荷姆兹海峡流通的重要性。D'abord et avant tout, nous croyons ensemble au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ordre international qui repose sur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Nous croyons aussi aux valeurs démocratiques que nous défendons. イラン情勢を含む中東情勢については、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航行の安全の確保、重要物資の安定供給や事態の早期沈静化の重要性を確認し。伫记者会，马克宏表示，法国的少年人真介意日本的艋舺，两个人也向对方点出龟派气功的经典手势，互日本文化创意，搁再真做是热门的话题。法国是有名的核电大国，双方也讨论推动核燃料循环再利用，也搁有国际卫星甲 AI 领域进一步合作。这是马克宏2023年7大工业国广岛峰会了后，搁再一摆访问日本。初一第一场甲日本商界人士的演说当中，马克宏强调欧洲伫这款局势之下有通好有切。同时暗示美国即届对伊朗出兵，并无事先通知朋友。Parce que quand vous avez des gens qui vous disent nous on va beaucoup plus vite, mais vous ne savez pas si après-demain ils seront encore à cet endroit, et si demain ils ne vont pas prendre une décision qui peut vous heurter, sans même vous prévenir, c'est à considérer. 自2月底，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真侪届公开批评，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朋友拢唔出手。马克宏3月中旬捌表示，法国会等到荷姆兹海峡局势较平静，才来参加维护的行动，也引起 Trump 的不满。Trump 甚至佮回应讲，马克宏真紧就会落台啊。对着中东的战事，甲盟友之间意见无同，国际政治甲能源市场的无确定性也是真悬。Trump 甚至考虑互美国退出北约，显示这个跨大西洋东边关系可能会有变化。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澳洲考虑要对 Facebook、Instagram 也有 TikTok、YouTube 等等来采取法律的行动，指控这个平台无阻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是违反禁令。国际能源大起价立陶宛的国营铁路集团旗下的客运公司宣布讲，国内火车票会计小减半，鼓励民众改坐大众运输工具。
中东的战火连带也影响到塑胶落架的原料供应，伫咧南韩的民众是受尽咧买。不过韩国总统李在明说讲唔免来管制买数量，而且只是相关的部会就要确保商船会当通过含住海峡。那是韩国伫咱国内的塑胶包装品也拢在起价甲欠货。伫高雄着早顿店无要阁提供塑胶落架甲杯仔，请消费者着要家己炸碗仔杯仔内底。伫家己摇便当店是鼓励人客家己炸茶仔，会当退2块。因行政院长杜英台是强调，政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中油的4轻是提早开炉来生产塑胶原料，也协调这通路的业者爱稳定供应。排队的人潮内面，有人手提环保杯啊，有人是炸碗内底。过去这种状况无算多，但是初一过后会变作这间早顿店的常态。最近国内塑胶包材起价阁欠货，业者公告讲无要提供塑胶落啊和塑胶杯啊，消费者要家己准备容器内底。是有风声说免洗餐具的部分会短缺啦，会短缺，只是说跟客户先告知一下。对啊，就要自己带了，就是怕忘记呀。含小食店这店家买无塑胶包材，呼吁民众家己准备。家己这间便当店，鼓励家己准备塑胶落啊的人客会当扣2块。买一个便当就是退2块，退2块给客人。你要自备塑胶袋。中华有名的肉圆店是宣布调起，肉圆6粒起5块。塑胶塑胶袋啦，那个丸啦、盖子啦哈，那个什么酱油都有涨。塑胶包材欠货是冲击到民生市场，中央启动紧急应变机制。中油4轻的改抢是提前投入精产以稀，消套下游厂商的压力。另外协调20间包材业者和大卖场优先供货予小商家。4轻的这个厂开始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每个月的6.9万，6万增加到7.9万，甚至到8万，而且依照中油的规划，5月份应该还有量可以增加到9万。行政院表示，讲中油暗算4月会当增加1.9万吨的乙烯来供应，5月有希望9万到3万吨，嘛含台塑、台化这大厂完成产能分配协商，呼吁地方政府启动敦化和乌白起价的联合稽查，希望全力来化解这波的塑胶落架之乱。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民航局证实讲，国际航空燃油的附加费确定要起价，第度的对美金17块半调整到45块美金，大约是台票1440块；因那长度的大约嘛起到台票3700块。国内线差不多也拢有起台票97块，按算4月初7会开始实施。因那针对外岛的居民，会先用民航作业基金来吸收。清明节连假伫要到啊，机场有真侪旅客准备出国旅游，不过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油价大起，已经有不少航空公司宣布要调关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会变贵，互不少旅客花季再袂掉。肯定的，尤其是我们在两岸跑嘛，像我3天前回来，机票已经涨到了单程2750了。希望政府说有随着油价来降低，回归到基本的那个价钱。我们近期也都已经提出了申请，那或许会在4月初会有一波正式的公告跟调涨。那希望这个旅客各方面大家能够共体时间。这阵啊，欧洲航空、纽西兰航空等早2、3月中都调关过航班票价，起价幅度差不多2至3成。国泰航空嘛，为4月开始调关燃油附加费，以长程航线做例，调关到美金200块，差不多台票6300。有立委关心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原来的调关？目前为止有没有针对燃油附加费，我们国际航空要调涨的一个规划？那要看它原本的票价，假设3万块，那它以长程来讲的话是调整45.5块美金。交通部民航局证实，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嘛要调悬，低程航线每人调悬到45美金，差不多台票1440；长程航线调悬到117美金，差不多台票3700。一定4月初7开始有效。若是国内线机票，预估每一条航线平均调悬台票97块。我们计算出来的话，大概就是每条航线会不一样啊，大概是平均大概是97块钱。民航局讲，国内线部分针对离岛居民，会由民航作业基金吸收，也已经请航空公司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布相关资讯，让旅客、旅行社、货物托运人甲货主知影，先进公告责任，减少消费的纠纷。
记者采访报道。明仔载就是清明的连假开始啊，在桃园机场预告对今仔日4月初2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二4月初7，这总旅运量会超过92万人次。敢若明仔载初3一天，可能就会当达到16万2千人次，是创下清明连假的新冠纪录。机场公司是呼吁旅客上好在提早3点钟就去到机场。航警局除了原地安检警力以外，也会申请替代役男来支援。大行李伫咧柜台排队报到，清明连假就要开始。同国际机场疏运期间，总运量估计会超过92万人次。其中4月初3是出境的高峰，一天的运量有可能会到16万2千人次，将做清明连假港期的历史新高。你今天是要去哪里？今天到冲绳。那觉得今天安检的速度呢？速度快，跟我2个礼拜前差很多啊。大概你觉得那个安检的速度怎么样？很快。很快哦。那你今天有提早来吗？提早来？已经提早了啦，早点进去逛逛嘛。因应连假疏运和安检较顺，航警局除了原本建立的安检警力268人以外，也申请46位替代役男来到3工，提悬辅助安检员人力100位，增加安检的量能。协助一日航厦安检线旅客，正道加行李复查之外，无干涉公权力的工作。希望达成安检线规工满线全开，服务无中断。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因应出国人潮，除建制警例外，另向役政司申请46名替代役男协勤，另有辅助安检人力100名。因为安检仪器的整备，航警局讲已经伫咧假期进行就巡检过，包括电工行李检查仪。金属感应门、手提式的金属探测器，拢保持正常运作。要规划预计进行各种紧急的应变机制，要协调厂商，请因派人伫咧现场驻守，准备相关的零组件和设备，会当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4月初2也是社工日，根据台北社工工会调查显示，要甲8成的社工受过劳情形，甚至有25%的人伫半冬内拢捌因为工课因素去身心科来报道。工会甲立委着呼吁政府应该来检讨评鉴的制度，减少行政的负担，嘛应该来建立愈周全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做基层的靠山。拜4是社工日，是肯定社工伫第一线辛苦付出的日子。不过拜3，台北社工工会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一份针对台湾社会职业安全心理卫生状况调查。调查显示，有半8成社工拢过劳，甚至超过25%的人伫半年内因为工课因素去看身心科。近8成的社工处于过劳的状态。调查结果有78.18%的社工属于中度以上的过劳，其中近5成属于重度过劳，约等于每2名社工就有1名处于重度过劳的状态。除了过劳的比例较悬，工会调查嘛显示，即卖政策、社会对社工的期待等等的制度支持力评分，干那28分，根本都不及格。立委强调，检讨的制度唔通干那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嘛要采纳基层社工的声音。在检讨的这个机制当中，一定要去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不能是只有坐在办公室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个检讨必须要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我们的社会可以给我们社工一个合理的期待，跟看见我们多元的角色。因为我们社工像最近很多人就说社工这份工作就是要爱心。老师告诉大家，这份工作是靠我们的专业，不是靠我们的爱心成着的。立委甲工会讲，社工的过劳甲欠缺制度支持力，唔那是个人的问题，嘛会牵连到规个社福体系的稳定。工会甲立委呼吁政府，着检讨即卖评鉴制度，减少社工的行政负担，嘛着建立愈全面的社工心理健康支持资源。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行政院对4月13开始要开放厝内面有12岁以下囡仔，就会当来申请外籍劳工来到照顾囡仔。有立委就质疑讲，这敢若薪水较悬的家庭请会起，也惊讲咱台湾本土的年宝会去互抢着头路。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强调讲，外籍劳工是无法度取代专业的年宝，这个政策甲即卖制度是互相配合。行政院进前宣布，4月13开始，有12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就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协助育囝家庭。不过有立委烦恼，这个政策会冲击到国内的养母。那劳动部部长是回应，外籍劳工无法度取代在地养母。
政府的政策现在已经简化到，只要有人看小孩，啊，让大人去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就是成功的政策。啊，至于小孩照顾得好不好，那本国保姆有没有饭吃，都没有看到具体的解决方案啊。他的健康照顾，好，甚至是这个他的发展的支持，就是小孩的早期发展的引导，那甚至也包括一些亲职上面的顾问，或者是亲职上面的协助，这些工作当然是外籍帮佣无法做的。另外，立委林淑芬是批评这个政策，敢若薪水前20%的中产家庭请会起，质疑是阶级政策。若劳动部回应放任规定，是希望针对无同需求的家庭，在政策上提供无同的协助。这政策是不是阶级政策？跟委员说明了，第一个，其实对于整体的相关育儿支持相关的政策，这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政策组合。不要讲育儿啦，连家庭帮佣都一样，他抢走台湾人帮佣的工作嘛。所以，委员针对不同的需求，我们会规划不同的政策。另外，针对外界希望做的外籍劳工薪制长期评估，劳动部部长是讲，这个政策对去年开始都有做准备甲配套，不是从旁决定的。劳动部部长嘛强调，开放外籍劳工是要让家庭加一个选择，甲即卖制度互相配合，减轻育囝家庭的负担。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另外，咱再来看讲，有民团指出，政府补助儿小预算逐年拢咧增加，10当前的150亿，搁即马是已经增加到1200亿啊。不过，咱的囡仔却是搁愈生愈少。民团认为讲，这政府无应该甲经费补助拢放伫咧教育资源，嘛拢无对这源头来增加补助家庭的预算。囡仔愈生愈少，有民团惊若是继续落去，未来儿童节可能会无儿童。拜二召开记者会，批评少子化和政府资源靠唔到所在有关系。虽然台湾儿小预算年年成长，对10年前的150亿预算到现在已经来到1200亿，不过父母也是唔敢生。民团认为现在托育政策对家己带囡仔的家庭无公平，颠倒是送托育中心的家庭补助领较侪。25%的家外送托，却拿了68%的国家整体少子化预算。那真正在家里面自己带孩子的75%的家庭，却只拿了32%的预算。这代表着什么？人多的那一边，政府反而投注的非常少。另外，民团也指出，目前儿小总预算占 GDP 2%，无到 OECD 国家的6%，其中的教育占总预算的75%，福利16%，不过健康干那6%，甚至发展干那0.6%。民团质疑政府把所有的资源拢放伫咧教育资源，不过却无对源头增加家庭的相关预算。从政府自己的收支报告来看，它其实75%还是放在教育，可是儿童发展的这个教育经费，实际上它真的落下去，它是落在学校。那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在育儿家庭的部分。那我们期望的是，政府应该要重新编列预算的时候，第一个是增加的部分应该放在育儿家庭的支持这件事情上。民团呼吁政府补助爱转转来父母的心上，和补助对囡仔行，莫让细囝变做沉重的家庭负担。记者调转林秀凯台北报道。南投县府顶日才宣布讲要来增加学校行政人员的名额，即马佫宣布讲要替全县的基层警察来添薪水，依照勤务的辛苦程度、危险性甲专业性分做4级，上悬逐个月会当加领到5820块。警察的勤务真重，抗议的现场会当看到警察咧维持治安，普拢是民众有问题来找警察。佮加上爱掠贼仔，也嘛爱临检掠啉烧酒赛车的人，为当时嘛爱配合咱中央做大规模的扫污。警察遮辛苦，南投县政府宣布要提高咱警察的薪水，增加加级，而且对3月份就开始做。甲即个勤务的繁重，甲较轻松的甲分别出来，上悬会当到3880块。本案会当受贿的人数高达1230个人受贿。南投县政府表示，增加勤务重的加级，还有刑事加级，有分4级，要互较危险的行径会当摕到较侪的加级，上悬每个月会当加5820块。警察知影要加薪水，大家拢真欢喜。阮是做外勤的工课，一般的巡逻啦，比菜啦，人员的押送啦，甲拘留所的借付啦，拢有足侪加薪互阮有对生活上
加减拢有一寡帮助。你大概知影你会加偌济？应该有几千块啊！我要扛起来买厝。警察是治安上重要的风线，警察嘛是24小时咧做工课，勤务有风险性，啊，佮专业性。长时间的压力真大，政府甲咱基层的警察加薪，警察拢真欢喜，因的辛苦总算有实质的鼓励，毋是只口头咧学乐尔。记者洪英修立达报道。宜兰县的控酒税即马是1吨30块，旧的法规大概每年1月就要到期啊。县府最近就预告新的宜兰县控酒开采的特别税自治条例草案，打算要把这控酒税提升到1吨50块，而且新的法规也是头一届规定讲，这税收就要提拨一定的比例回馈给控区，按算每年1月要实施。宜兰东准公司争取要增设3公顷的矿区，开采灰亚土加石石矿来做阿蒙头的原料，却引起大东乡伦比部落民众反对甲抗争。业者是一直争取沟通的机会，不过宜兰矿业开发的挑战唔那安尼，县府建议要将矿石税对30块提高到50块。就同一个矿山花莲收的每吨金额跟宜兰县收的每吨金额是有差距的。可以征收的特别税应该要考量到市场的衡平性，所以呢，今年才会从30元，我们未来要调到50元。因为旧法明年1月到期，县政府预告公告，新的宜兰县控制开采特别税自治条例草案，新法除了条县固定的税金金额，嘛是全国唯一针对业者乌开的面积，每平方公尺扣20块的控制税，希望会当维护县内环境。盐一样，你盐巴一样，你盐巴涨价，每个人涨价不是我涨价啊，都是每个人都在用啊，对不对？有采矿的业者表示，矿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税收若增加，到尾嘛是会等于消费者的身上，尊重政府的决定。地球公民基金会嘛认为，县政府定新的法案应该规定，部分收到的税金要用在修复环境，也是开发环境顶工课。它其实是可以固定一部分去用在挖矿的这个环境整复的外部成本。县府表示，新法经过县议会、财政部审查通过，明年1月实施。这届新增加的条文规定，收到的税金要提拨一定的比例来回馈矿区所在的乡镇公所，用在建设甲维护景观的使用。不过，财政纪律法有规定，条文袂当编列固定回馈的金额甲比例保障，这部分的法条佫需要财政部审查同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内亚大楼已经爬远20栋，因为这建筑物的结构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台南市公务局伫昨是强制来拆除，不过这大楼的经主委就出来批评讲，市府拢无甲因参详过，明明这7楼以下拢抑阁会当使用，若是强制要来拆除，因会出来抗议。多数手在清香和工程人员虔诚拜拜，为台南中西区的内亚大楼的拆除工程祈求平安。这栋防烈者危险建筑的指标大楼，才正式展开拆除作业，按算设计几句的入来。不过，前大楼主委出面骗小市府，无经过参详，嘛无调回说明会就硬要拆。伊个主张7楼以下有经过鉴定是安全无问题，讲到时若是硬要拆，绝对会出来抗争。你市政府有做这个动作，就拢无的，你要拆偌济就是偌济。这费时间袂分开，但我的部分就爱交800几万，一生的业绩拢是在险。我厝好好，你挑我都搁赔你800几万，世间敢有这个道理？附近的店家嘛牵连到，一方面因烦恼大楼结构安全性，惊工程若做落去会拖几个月，生意会受影响。今有等下地震或者是台风的时候，会有一种掉落物啊，很无奈的。我不会说啊。所以我那反正讲影响的生意就对啊。那一定是会吧。这栋大楼长期欠管理，有地下室积水引起天高级的记录，外墙正前嘛捌态度落来。去年底当，嘛予土木技师工会鉴定，竟要出现严重的钢筋损害。台南市公务局讲，工程分2阶段，7月先针对12楼至7楼进行室内拆除，落尾下面会出动怪手，兼配合交通管制，目标赶伫年底进行完工。剩下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移走，我们到时候还是会清除掉。其实我们这个在法院上已经有攻防过了，我们要请那个到时候要真的要开始做拆除的时候，我们还会
还会再通知他们。监管局强调，考量公共安全，已经完成招标甲必要天数，因为厝的所有权人不愿意家己处理，目前估算4500万的拆除费用由政府承出，后续会依法向所有权人讨这笔。那这栋以前因为地动造成大家的惊吓，背后也是爱面对拆掉的命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来培养新一代传统戏剧演员，团结中心是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这款少年辈演员也准备要伫咧4月来推出成果表演，所以来伫咧台湾戏剧中心会替这演员举办连续1个月外台戏表演，而且也有邀请做正式的档仔，要做伙来打造传统的庙口场景。朱坤科伫正经考试的时，去互这八兄弟杀害伊的老母和牵手，开始过流浪的生活。最后无想到讲，朱坤科既然无死，一家伙仔团伊做伙除掉歹人，这出戏叫做人情回母。灵堂回着母亲安尼，算是一出真感人、真感动的戏出，嘛是较早吼，迄个阮阿嬷郭明珠他们那个时候很经典的一出剧嘛。拍破传统布袋戏的表演形态，袂输咧拍电动游戏，这是经英国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西游闹天宫。为着要互民众亲目睭看到这挂表演，台湾戏剧中心伫咧规个4月份的拜6礼拜，拢有规划外台戏的演出，拢总有8个剧团会带来表演，来用有歌戏、布袋戏和客家戏通欣赏。大戏棚，然后咱大家来遮做戏安尼，阮拢有字幕，所以若你的台语甲我共款无啥介好，还是你听无客语，迄拢无要紧。所有表演拢是请新人演员来搬戏，因是团结中心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培养出来新演员。这届活动嘛算是因的成果发表会，现场有野台戏以外，阁有庙口的小食摊，希望会当互北部的囡仔体验台湾传统的庙口文化。记者台林秀凯台北报道。台湾大学的语文中心有开设台语课，吸引真侪国际学生来学台语。因除了是希望会当更加了解台湾的文化，也会当愈亲近因台湾的朋友。真侪国际学生也表示讲，要学台语的声调是真无简单。有的人是透过看台语的节目，也是听台语歌来学台语。咱做伙来看麦。练习词一下，来，早起，早起时。老师讲一句，学生对得学一句，这是台湾大学语文中心开的台语课。有一本学生表示，伫日本读册的时，就知影台湾的语言除了华语，也有台语。但来台湾读册，因希望学台语来扣我甲台湾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嘛会看影音作品，加接触台语。中文也是可以，算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之一。但是台语的话，用对方的母语的话，更容易做朋友呢，更容易关系变得更好。我有看过台语的电视剧，就蛮好看，所以这也是学台语的动机。也有来自法国的学生讲，因为伊的阿母是台湾人，希望以后通用台语甲台湾的亲人讲话，嘛强调台语声调变化会影响语速的意思，这是法语无的特色。这法文你是用你的口气来说话，所以用你口气就是知道你可能比较累啊，比较生气啊，不要这些。可是台语是你不能变太多，因为变太多那个可能那个字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台大的台语课有分初级台语甲进阶台语，这门课甲要10年的陈鸿辉老师指出，会来学台语的国际学生，多数对台语罗马字的学习较无心理障碍，有当时也比台湾人学较紧。初级的部分当然就是爱先对基本的罗马字开始教，罗马字教了，然后较底句的先开始讲。当然咱是有一课一个主题啦吼。进阶基本上就是较长的句，然后佮补充较济。可能是咱的在地一寡风俗习惯啊，是啥物文化啦、歌谣啥物安尼。陈鸿辉表示，多数国际学生在学华语以后，有关有想要学台湾在地语言的热情。虽然欠缺语感甲语言环境，对因来讲，台语声调较歹学。不过，我靠罗马字甲变调规则来学有关系，会当下过这个难关。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
4月初一是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因对一台正大台电脑开始，到即马已经发展出手机啊、随身的电脑、甲手表啊等等。即马 Apple 是改变电脑甲通讯的产业，咱带大家做伙来回顾。1976年，少年的贾伯斯甲沃兹尼克伫加州小城电车库组装头一台电脑。当时谁嘛无想到，这台苹果会真做改变世界的标记。虽然贾伯斯捌伫80年代因为权力斗争离开公司，不过1997年，因也亲像救世主共款重回苹果。And serve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buying our products since the beginning.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think they're crazy, but in that craziness we see genius.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we're making tools for. 贾伯斯用真小的天才来形容苹果迷，也用创新设计改变市场，为 iMac 电脑推撒行动通讯大门。2001年的 iPad 改变音乐产业，2007年的 iPhone 佮以触控操作带动智慧型手机啊革命。You know, you come into the Apple store,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learn how you can put your whole music collection on a Mac and burn custom CDs with your favorite songs on them and put your favorite music on portable MP3 player. 不过，到伫苹果伫市场大卖时阵，贾伯斯2011年煞过身。外界拢咧看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会当行偌远。Today we're announcing Apple Music, the next chapter in music, and I know you are going to love it.It will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experience music. 少年煞推出 Apple Watch 加 Apple Music， 苹果开拓千挂装置业务，营运长库克接受了后，佮推出技术升级。The M1 chip is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hip that we have ever created. It makes these Macs dramatically faster, provides all new capabilities with extraordinary battery life, and enables the Mac to run more software than ever.研发晶片提升产能，库克带公司转型，嘛经过税务的风雨。We pay all the taxes we owe, every single dollar. We not only comply with the laws, but we compl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aws. 即马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3.6兆美金，为上起升的个人电脑到即马横看 AI 软体甲硬体的科技帝国，这粒苹果经过精彩的半世纪。后一个50年，也阁会带予世界倒一种新奇，全球拢伫期待。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8度，中部地区17度至29度。南部地区20度至30度，东部地区17度至26度，一个外岛地区14度至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